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诈骗集团是愈来愈放肆。中国天王吴宗宪、吴宗宪，伊家己研发代言的高价的产品，因为减重的效果袂歹，卖甲强强滚，结果将做诈骗集团的目标咯。诈骗集团偷用吴宗宪的相片甲影片，伫网络顶做网络啊四界骗。全世界第一个喝到的就是你们。中国天王吴宗宪推出保健食品，伫咧网络顶真侪人伫咧讨论，嘛因为天王的名气，和诈骗集团拢伫咧上康上芳。点进去跟真的一模一样，然后呢，发现来的就是假的。想要减肥民众买产品，诈骗集团惊做是价钱来甲人骗，互消费者收到假货，拍开包装倒出来，佮甲喊果，内底装的毋是果胶，是一包搁一包的咖啡粉。留言问说这是真的还是什么的，因为挂保证说这是真的，然后才下定决心去买这个东西。可是最后来到就是看到这粉丝里面，就是真的是很生气，然后又很火大。诈骗案若一件，佮卖种也自也是的广告诈骗，甚至诈骗集团惊做是健身老师，讲是吴宗宪的代理商，与消费者进行来分配产品的份量是合作的关系，是免到收到嘛是假货，才知影家己嘛妨牵孤落难。今嘛市面上拢诈骗集团呢，用了很多的一页式网站，令他黑白点起来，看到人才买安尼。就惊愈侪民众不过防骗，赶紧含价钱做骗影片，同时嘛伫咧内面找会有业者，唔通个做非法的行为。您拨的号码暂停使用。实际靠卖种的电话无人信，不如个诈骗案件多，民众变怎保护家己？若是伫咧超商提货，网络提供安心提服务，消费者若是去问市提货，对包裹问题，容易当上平台做申诉写资料，业者确认是假货，就会退钱。千万唔通伫咧来路不明的网络买产品，若无受害的只有家己。晚间9点，邀请您与世界同步，60分钟掌握全球脉动。World News 9，陈雅玲世界晚报给您崭新视野。